这学校食到一礼拜呢是有一天的学校食菜日，也毋过呢，所有家长来反映讲，这囡仔定定怨讲伤歹食，这饭菜拢会剩真济，所以民间团体甲家长呢是建议教育部爱设计菜色来检讨问题。 为着要让学生伫学校加食青菜，教育部要求学校一礼拜爱实行一天的学校食菜日。立法委员、民间团体、家长等等，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有家长反映讲，囡仔定定会怨学校的中昼顿歹食。另外，民团嘛指出，食菜日迄天，学校的饭菜拢会剩真济，厨余量都剩非常多。那学生也都反映很难吃，然后当天大家下午肚子都很饿，去反映说，因为我们是蛋奶会过敏。那我发现我们台湾有很多蔬食的选项，但是我们在学校营养午餐是没有办法选择说我们只想吃全素的。有立法委员要求学校会当增加较侪食物量备，设计符合学生的中昼顿，家己教育课程，让学生知影食菜的重要。民团嘛呼吁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爱检讨饭菜剩伤济的问题，建议家己一寡食物肉调整食谱，嘛会当比加工肉搁较健康。像台中或台南市政府，他们有在把这个周一蔬食餐纳入这个营养午餐自治条例这样子的推广的方式。国际癌症的研究机构其实都已经把这个像火腿、香肠、培根、热狗这一类的动物性加工肉品，其实都已经列为1级致癌物。可是素肉并没有。针对记者会提出的建议甲反应，教育部回应讲，会甲建议早转去和专家学者讨论，推出更较适合囡仔甲学校的中昼顿营养基准。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